大家好，我係大圍米高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金禧花園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大圍米高可以加我 WhatsApp、微信或者打電話俾我，比較埋附近嘅租盤同埋唔同一手買賣。多謝大家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。旁邊係廚房，佢係梗廚，有爐頭、雪櫃、抽油煙機。飯廳嘅位置有對流窗，可以放個4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。咁佢對住就係附近嘅內園。洗手間係名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咗床，窗外係對住內園嘅景觀，亦望到泳池。第二個房間亦放到床，窗外亦係對住內園嘅景觀。如果各位想睇金禧花園嘅單位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大圍米高。多謝大家。